离开 Oslo， 根本你嘅立场，我哋会拜访一扎喺啲挪威南部山区嘅乡亲哦。不过到家务下做客之前，我哋会先托大家到挪威中部嘅塞利约参加中南部挪威春天嘅大法通。虽然过程都是行错路，不过喺好心人嘅指导下，我哋还係顺利来到嘅山坡度嘅跳蚤市场。等一下就听听乡亲抢下来热闹嘢咯。然后就两边看到台湾人，其实一看就会敌人。Ryder，Nice to meet you。And 他讲中文，你叫什么名字？小薇，嗨。所以我们等一下就直接来去逛市集。好，去那边哦。都可以啊。你知道挪威的市价都是非常昂贵。对，所以很多东西就是，比方说是放在那个车库里面 N 百年之后，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奇怪的那种，大概看起来都是大概50几年、60几年的东西。其实我哋他一入了一个时间就看到好多的古董车，然后那个摄影师庆嘎他是那个古董车迷，所以他刚刚已经忍不住了。哎呦，看他哪边好嘞，还是很可爱的。然后这个就是挪威的，都会讲 troll 山妖，他们小朋友都会说这个山上有山妖这样。微微，你会怕它吗？它会吃掉你吗？小朋友都会怕。可是我会真眼嘅，就是还有唐贡挪威嘅声音，其实对这种小精灵其实是有一种，因为听到他们的童话故事，类似台湾的虎姑婆之类的，会吃小孩。喂，好了，不要闹了。对屏东内埔来嘅米林，2010年嫁到挪威山窝嘅小镇 Rustad。今晡日，佢哋规划人特别是2點鐘嘅茶，為來了嘅山坡度嘅跳蚤市場請報備。馬街都有嘅高爾夫貨，未看到我東上愛買。不過也在市場冇聽到嘅商業氣息，點到當吃菜哦。就可能佢哋從兩邊懂到你是開他們的 van，還有那種 SUV。對，它有分像這種的。他們就是把東西放在車上，然後就在這邊睡，然後隔天繼續賣這樣子，很多都是這樣子的。你看這個都是，就是邊露營邊休閒邊賣東西這樣子，悠悠哉哉，然後呢攤子都沒有人顧這樣子，很多啊。還有你平常講，你什麼受不了了嗎？看到這些廚具，你不會覺得好興奮嗎？媽媽，上愛。帶兩個轉去本來也未見面會興奮去哦，保好來，它會壞掉啊，會摔壞啊。哦，我公公來了。哦，虎爸 ，Hello， Hi. Sharon. Hi. Knut. Nice to meet you. You are going around for something? 他已经買了一趟，然後放到車子上去了。那不錯。這裡很好買嗎？它的鐵匠的一些工具啊，口簧琴用的東西。所以我也不知道是什麼。男人來這裡就是在看工具，然後女人來這裡都是看廚具。看廚具哦，小孩看玩具啊，在那。但Chongi從生年的一個時間就已經常常，就是這個是他生活裡每年都會發生的事情嘛。他說第一次來大概是70年前吧。70年前，對，說他年輕就來這邊逛過，這是一個很古老的事情。我說他說開始的時候是秋季而已，秋季的是比較多盛大，對。現在是春天了嘛，然後很多人就會把他們的車庫打開來。所以這邊可能就是把家裡東西不要的東西都清出來，這樣家裡很高興，然後別人也撿到寶這樣。對1866年嘅項目展示會，都有下春天進行嘅高爾夫貨拍賣，秋天舉辦嘅項目農業機器展示，超過100年歷史嘅世襲傳統，係塞利約慶祝繁陽嘅法通。當年還比也在人口唔到3000嘅總鋪山上，上來上萬嘅觀光人潮。據說，除咗賣高爾夫貨，還有當地人大蹦野機會帶來各種嘅展示哦。它的這個van 看起來咩咯？睇上嘢模式佢用。Hi. So, do you live here? Not only today. Oh, only today. What are you selling? Vikings live here
The Vikings. Yes, this is the construction of this house is the way the Vikings build house. What? Because I see a lot of like these Yes, carpets this and is sheeps. sheep. Yes, 大概 and the 绵羊 Vikings 的哦。 they used this for make wool, and they made the sails for the boats, the Viking boats. They used this. But did you see the churches, the very old churches? Wooden ones. Yes, We saw it today but this is the same construction as the churches. as well. Yes, and this also the same, the way of making the wood and the frame and everything. That is the same. This is a very old style. But you mean the Vikings? So the Vikings also built their church and their houses in this style. In this but style, back like in this that one. time. Yes. So why did you decide to build it that way? Is it easy? No, this is just a unique way of making houses. Nobody else here in Norway do. That's why I'm asking And, you. Yes, this is just the interest. Oh, it's interesting, huh? Yes, because all the others are making the new houses. This is making the old style. 这是什么？是家庭主妇的最爱，来看一下我们的鹿肉。家庭？你常煮吗？偶尔啦，是我们常吃的还是鸡肉跟猪肉之类的。欧帕。就是那个，这个就是那个麋鹿，你刚刚看的那个。啊，good。Ja. 你要哦，对吗？L。 Taiwan. Taiwan, ja. Jeg vet ikke hva som er taiwansk på elg, men 蛮好吃啊，好好吃哦。他说好好吃啊。姐姐觉得有点咸跟有点腥。对了，有点啦。对台湾人来说，可能就是很新的肉。我刚来的时候也是。可是这个是给留给传统，对不对？都会吃鹿肉。对啊。是木手来试一下。 en rødvin. 哦，你看那个我怕已经受不了要买了。你看给留真理就是省饭一路就会吃这两个红。你帮我问欧帕他最喜欢跟他那一个红吗？哇，din family。 Våre pølser, dette er spansk chorizo. Det var rødvin, ja. Den der. Takk skal du ha. Rødvin，这是红肉嘛？Rødvin 是哪一个？红酒啊，红酒。哦，所以两个制作过程底度有放了红酒，哎，我完全没有想到，底部黑会用红酒的腌制。梅林记冲两个黑马盖啊！这个就是 Alpos， 就是麋鹿的香肠，然后 Mablo 本来就是它有蓝莓，哈，所以就很多奇怪的口味，而且形状也是很不一样的。对啊，各式各样的都有啊。还有这个可能就是直接，这个就是 action， 就是直接的肉啊，然后它也没有处理过。两个皮剃了，其实真的还是蛮新的，对不对？对，因为这就是生的，然后可能就是风干。然后熏干或者是腌制，所以都是生肉。你现在有习惯吃两种东西了吗？还可以啦，还可以。因为之前刚来，我真的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这里，就是很新，然后就是你可以吃出它是公的之类的。哈，你们住比较山上，在气嘎住比较多吧？大部分都是自己住的。我朋友是猎人啊，然后他们可能就是，比方说我们家有木头，柴。然后可能就容易温牛，还有这种事发生。可能呢，我看柴同给温牛，可能我们前面是河嘛，我们就钓很多鱼啊。我们家的鱼去跟他们有养羊的去换羊肉，对，就是这样子。以物，对，以物啊，然后也可以用以工，因为我们那个劈柴也是很辛苦的。你现在让我对你们家在山上的生活有充满了各种的想象。就是这样子啊。买好东西，离开跳蚤市场。等一下，我哋就会是2點鐘嘅茶，到米林迄個 Rooster。歸路穿越山坡老板板白白嘅山路，經過山景變化，相信大家老愛享用，對也在東遠嘅山上充滿期待。聽講你打咗米林港嘅試算呢，但我哋好好地認識也在東少年地嘅山坡小鎮咯。海登根本的行程不是任何那种走路或是开车，美玲给一模也试穿呢来载我们哦。安走，嗨，喂喂，嗨。你们平常就会这样交通吗？念你的时间。念你那个要穿这个，要穿这个。那
我哋基本日食材呢，还会去那边啊，人家还会去买是那个 barbecue 麋鹿的肉嘞。可是皮黑了不会有什么特别腥的味道。没有啊，还好。可是你按用一只批，我就有草香味。对，我觉得其实有那种辽阔的草原的味道，对，有一点点。两条河都嘛改名哦。Otra，这是很长一条一条。如果你看那个挪威地图的话，是很长，一直长，一直往南到底都是 Otra。所以从两边跟你平常时就是会开着船，然后你们都会在这条河捕鱼吗？也不一定啦，就是有些人只是出来晒日头。OK， 夏天的时候就是晒太阳。然后这条河会特别就是。它上面是水力发电厂，所以这条河一年四季都不会结冰。应该有偷偷资料会讲，就是挪威大部分的电力都是来自水力发电。那还米一个总都会按用吗？应该是没有，就是要有那个充足的水源啊。像我们这边就是，我们看到这边两边都是山谷嘛，所以那个水都是从上面下来，那尤其是夏天的时候，那个瀑布都是非常的大。那个宽干片其实就是我觉得这里有很多就是你知道高低落差，所以真的可以制造对水力发电这样子。然后有些水力发电的是也有私人的，所以发的电他们就等于是可以卖电。对，卖电。你看这个，前面也有那个一个山壁啊，是观光会攀上去的。每天有唐贡这里还亲有秒就是攀岩，为什么会这么有名啊？这边的山大部分就是这样垂直的，我看到就是这样垂直的很多，然后不是他们就觉得这样很有趣。发发的河坝老平光色白，比在35度的 Rystad 有点南部挪威典型的乡村样的，丰富的水利资源除提用来发电，还提供居民充裕的生活娱乐。四川秋水是基本功，因为老太自然相处。观察河坝度嘅丰富生态，喊卡係太好門哦。米妮阿姨，我哋两下都在我那边。那鼠网，鼠网。等一下看里面有没有鱼啊？啊，底部一个鱼黑马该鱼诶。这里河里只有一种鱼，就是鳟鱼。所以像那种鳟鱼，你们抓起来以后就会，像你做草本鱼够，你们就会去交换，或是如果是大只的，我们就会留起来；如果超级大只的呢，我们就冷冻起来当做那个圣诞节的。那你们会始从就按涌出来那个抓鱼吗？烟雨的时间，烟雨的时间，所以冬天不会，冬天鱼不会咬饵啊，几乎你赶紧。只要住河边的不会有酸的，所以这一整个村庄都是沿着这个河。你看哦，等一下那个船，那个河岸边也可以很多奇怪的东西可以看到。有时候我们会这个河里有那个叫做河狸，河狸就是有点像鸭嘴兽，然后很大一只，然后他们会把那个树摇倒，然后就是煮一个很大很大的巢之类的。还敢看到，就是那边条它有那个绿头鸭，它保护它的蛋蛋。条前那两只其实是母鸭，然后记得因为某本来就看到那个小鸭，所以他们就会往前走，然后引开人类的注意力，然后让你注意它们，而不是记得跟谁你。你看大自然里一直在教我们一些，人类的也是人类的生存。来，我们的渔网到了，那个吗？今日的午餐就靠这个了吗？这个没有鱼。真的吗？因为草本日才把那个渔网丢入屁股上，我哋俩下一个鱼都没有，一只鱼都没有。你还前上班呐？差不多吃饭的时间，你那会出来。差不多下猪头的时间。哦，真的。都醒过时候都有。他们也要看时辰的。因为你要看时间，又要看天气啊。米林岸边嘅无五年嘅无关系，因为太自然系无冲潮湿，上位嘛嘅出水石油，但嘅除睇爱机运，行卡爱耐心来等。不过有山有水嘅 Rystad， 除睇话好适合，系2343。今本日就在米林部下 barbecue， 来食佢哋用刺破嘅晚来嘅野生米鹿肉咯。
了，人家还会替白是那个 barbecue 麋鹿肉嘞。你要不要自己加？好我怕等一下就啪。可是皮黑了也不会有什么特别腥的味道。没有啊，还好。这只鹿还蛮好吃的，就是有一次我们买的那个，就是刚好拿到那个肉，真的，好老，然后我们就直接整只腿送给狐狸吃了，太老了。对，好，所以这只还不错吃。可是你按用一只皮，我就有草香味。对，我觉得其实有那种辽阔的草原的味道，对，是真的，有一点点，真的。就是老草本应该替个对那个麋鹿肉的印象有点改观呢，因为那个鹿肝可能会响。Yeah， 觉得可能是他们那个已经风干了，所有的已经浓缩再浓缩，所以那个味道会很重。草本叶那个香肠的米头，我觉得是台湾人普遍会觉得不太喜欢的。对，不过俩给我就觉得应该腿蛮因为轻中意的。然后他们吃那个都是比方说切薄片，然后配酒啊。伫台次年度青食材是挪威人自古以來嘅生存傳統，就算野下嘅食材當好買得到。魚獵還係挪威人親好嘅休閒活動，不過米林嘅講到，喺挪威打獵是有執照，政府還可透過打獵嘅人提供嘅獵物數量來觀察當地嘅生態變化。挪威人因為自細就接近自然，對環境保育其實當重視。吃過飯，好好來問一下米林喺啲山上度嘅心情咯。大樹皮。大人飲，一暗針，針叫叫，拿起來，蹦啾。这是阿婆教的。哎呦，很厉害呢！坐在地下边深山里面哦，还可以听到一个挪威还有台湾混血的声音呢，唱出客家歌。All right, I have to get into the point then. I was curious about all the time. 你用啥多的用的意思，而且你们应该都得看得出来，我们到底有在多深山。其实我住屏东的时候也住蛮荒凉的地方。对啊，然后我也是一个蛮宅的人，所以下班之后就是上网啊，然后打一些线上游戏啊，然后你就知道这样子会认识到世界各地的人啊，然后就不小心就认识到 Facebook friend。聊天跟沟通大概持续了多久？差不多6年lang吧。过来伊就讲，我想来看台湾，很容易。我讲可以啊，那就来啊。不过用有可能就会按用老一给你2年，就算有情愫哦，我觉得要维持6年都很亲难的事情。是那时候就觉得。安尼聊天很有趣啊！你讲话轻慢，就刚好，因为我是一个很急的人，然后就觉得这个人很有趣，怎么可以一件事情想那么久，然后还可以继续接我昨天的话，这样子一直聊，所以他很有耐心啊。因为时差7个小时。Yeah. But what was your first impression when you see Mei Ling? 我知道了，他我之前有讲过是怎么这么矮。你不要好，你不可以讲，换他讲。What was your first impression, sir? Young lady standing in front of you. Hello. Did you persuade her parents of marrying her and then bring her all the way to Norway, into this town right here? No, No. I can't speak Chinese. So I asked her how I can do it, and she said no. So I think she told something. She told something to her parents. I hope so. 你讲了吗？ My mom was angry, I remember, when we go and marry, but when we come back it was okay. 因为开始可能我爸妈会觉得是开玩笑吗？怎么说要结婚，然后就跑那么远？然后我们就是那时候我跟我妈讲说，我们去公证就好了，什么都不要办了。然后她就觉得我妈有点火大的感觉啦。但是办完之后，她就觉得好像也还 OK， 终于把这个踢出去了。因为我是我们家最大的，然后又一直没有嫁出去这样子，然后终于把这个也送出去了这样子。应该也是有看到他有照顾你或是什么吧，不然应该是有觉得这个男的怎么那么拼命，为了娶这个女的，1年飞来2次这样子。You want something, you have to do it. Of course it was
I like her a lot. You never know before you see or talk to them for real. So I find out I have to try or I will regret the rest of my life. So 做有些事情就是要靠一点点的冲动。现在会想，为什么那时候那么冲动要结婚啊？对啊，现在是会这么想啊。那给你一类都俩味，然后你嘅熊嘅糯味有差很多吗？听一百了，都会累啊撩的啦，所以就觉得啊好新鲜，好好玩哦。然后第一次看到雪啊，然后都觉得很好玩。真的搬过来之后，就觉得真的就是好山好水好无聊啊。一开始会每天都觉得很怨恨，为什么自己突然这么冲动要搬来这里住这样子？但是后来觉得有小孩之后啦，看慢慢的你会发现小孩在这里跟在台湾的差别，然后我就开始慢慢的调整自己的心理，慢慢让自己喜欢这个地方，跟小孩一起 enjoy 这个地方。对啊。Rista 60年暗藏嘅設計，對到南國來嘅米林來講，其實冇咁簡單。動入冷又長，冇親戚朋友嘅故事，行卡馬街都唔熟路。心肝都黏黏嘅心照，本期東南邊熱天而隻故鄉。唔過聽聽細人嘅出色，米林咪天天嚟聽聽微微向下探索，也嘅對佢哋來講都係新嘅世界。今晡日，我哋會聽聽佢哋啲簡樸嘅熱力度，發現生活嘅樂趣哦。Egil omelette. Egil omelette. 唯一的鄰居，所以哪部啊？我哋頭下啲兩邊看到嘅那個綿羊就係佢嘅，真的很多。750. Right now. Yeah. 兩下有750隻綿羊的兩邊，然後 scattered all around, right? Yeah. So how many people are working here in this farm? Yeah, me and my wife. Sorry? So it's me. But my wife is with me much of her time, maybe about 400. Oh my The God! rest All running. outside. And now we are going to take out all sheep. Because there's green grass outside. Yeah. And now outside here for about 14 days. And then after it's up in the mountain. Oh. And up in the mountain to September. And then we take them home again. 就会可能平地跟草吃完了，你们再跟夏天的时节就要往上走。Yeah， 那个放叫什么放牧，然后什么记忆的，对，以前其实第一后搞都有后都两个，然后这就是一个那个地理课本的名词，我哋攞去聽呀咪哈。You must take on this on your foot. Why? Because of a lot of bacteria. Yes. Okay. 你看，就算我哋要入去，我哋要入去那个农場，其實還是要很注意衛生的，對不對？So let's go inside then. 摸它发财吗？呀！我们一起来试试看好嘞。这要怎么拿我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怎么拿，我还 Google， 然后我真给应该有声音了。夜下係羊嘅示範時間，要到都是標本農嘅羊嘅，電台機器標下粗量，利用現代化嘅機器聽數，使對向羊嘅農場主人唔會唔好改變。電到啲現代科技，讓老主公嘅生存智慧度，請到人力資源珍貴嘅農業，發展向牧業嘅方式。第二位，我係咪老細羊嘅，以為第一擺親密嘅接觸。Can I hold it?
this long, and it's oh. 可是，哎呦，其实现在啊，给表跟毛还不算很厚，很厚很长。你都给讲秋天开始间，它们的毛就会长到暗丛，然后摸起来会真的很舒服。平常是只有就是穿衣服，或是你知道我们只知道绵羊油，你说你很真给某摸过一只绵羊，喂，你要不要跟它玩？我是不是屁股已经湿了？有吗？ And this is a girl. Oh, A girl. this is a pig. Then what is this? Chanel. 虽然规身都很用嘅粗手米，不过提白名到使用嘅悠悠用嘅经验，还係本爱当讲起。肯定微微熟悉嘅啲农村搞了，每本啲都市态嘅爱有啲嚟嫌嫌。中矮宽伟伟给条他们那一只就是你知道很自然的就会跟那些绵羊一起玩呢。因为他从小就在这边附近长大，然后我们家对面就是羊啊，所以他不会怕这些动物啊。对，然后之前那个像这个主人牧场主人，他去度假的时候，然后他就打电话告诉我们，可以你做的可以哈，老以下嗰些使用嘅有冇翻埋？还是有某个问题，有问题就打电话本地人。所以他很小就来这边要之类的，所以都很熟悉啊。我觉得这也是很像你们就是生活的一天，对不对？很多事要做，平常也是就是这样一天啊。对啊，有时候我们就是早上去买菜，下午就去喂羊之类的，就这样子。米林讲，来到挪威我弘扬嘅顺应天使，四季其实都有无同样嘅法通。种下生法虽然无像上次按度变化，啥物都无限嘅。特别係啲山上度，除咗隨時為為快天氣做準備，還卡為啲寒天為自家潛落去。故所大部分嘅挪威人做地講係東遊出發。聽講日，我哋就聽米林嘅家官家用來體驗挪威嘅山中生活咯。是他的那个工作室。嗨，给顶咧做一个东西哦。这个叫做口簧琴，他是以前就可以是这个做俩给了哦。没有，他以前是在当兵的时候，他是那个骑将，然后是那时候是骑马嘛，然后他们是做那个马蹄的，对，他是专门钉马蹄的，所以他学了这个冶铁的技术之后呢，然后后来这个是变成一个兴趣这样子。那你问给他是几岁？帮我问他是几岁开始做俩给给Smeden som var i Sätestad, den var död för många år sedan. 他第一次学这个是30几年前啊，因为就是有人问他要不要学做这个，但是他已经会冶铁了，所以就等于是从读比那个 High School 呀，他之前是做那个马蹄的，现在是做这个比较精细。因为那个全挪威唯一做这个口簧琴的死了之后，就没有人在做了，就快要失传。然后还有会的人就赶快说，你问他要不要学这样子。然后他想说都得延续他。对对对，他说他已经有寄出那个成品，寄到美国，寄到日本，还有寄到俄罗斯。对啊，他的订单从世界各国来。Opa, I have a gift for you. 他的cover， 其實我有正批一個就是我的泰雅族嘅口簧琴，然後都得搞留一下。其實我有查資料講，就是口簧琴，它是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這個樂器。不過你嘅地方用嚟嘅用途可能係冇共用嘅。要不要放摸它放台嗎？ Yeah. Actually, I have another one. So anti 條，2條呀。我们一起来试试看好嘞。我这是第一次拿到这种泰雅族的东西，所以这要怎么拿我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怎么拿，我还 Google， 然后俺真也应该呀。我那个古发试一下，这个好像是泰雅族要一直拿一直拿的。有声音了，有一点点声音了呀。他说我们网上面有一个人是全挪威最会用口簧琴的人，所以他只是负责做而已，他也不是很会。所以现在全挪威可能就怕还有2个人，只剩下两个在做了。所以真的，而且其他地方我不知道。你就迪欧他其实3-4年前张可是做2件事，然后就是可能神法啦，迪度也需要找一点这种事情做，不然对啊，这是他的生活乐趣啊。
真嘅那係強人控的民間度，40人時才開始做口小琴。元旦是喺寒天有限時間嘅休閒活動，生意外傳承珍貴嘅挪威口小琴文化。挪威人工時短、時間多，同時好發展各種興趣。古話識一世學一世嘅態度，咪本愛當琴皮。等下就來體驗挪威嘅口小琴咯。那它現在有一個是成品的嗎？这个也还没有完全的，må være forsiktig. 所以它要一直矫正到完全。它是正的。对啊，所以就是因为后面就是工业系，所以所以它每一个都会有它自己的标志啊。对啊，就是表示这是他做的。Knut Treit。哦，就我怕做成一个口簧琴以后，它就会标志上它的姓的那个缩写。然后这个 What is this？ 这是德国2次大战的时候，那个船沉在那里，然后那个它里面的马达的铁拿出来。啊，这个就是你可以回去 Google 这艘船，这个就是这艘船上的铁。几公两个黑2次大战跟时间，德军的一个沉船，然后那个欧帕老给把那个一部分的可能仪器或者什么金属，然后也成这个。MD Novi 口簧琴的用途是这个就是音乐，然后他们有那个弹那个传统的音乐，然后这个就是类似伴奏用的，可以试看看这个。你可以跟 Teach me， 拉了魂都 speed 了。Ja. Du heller en slik. Ja. Så trykker jeg godt med tennene. 压着牙齿。Nei, og så. Nei, lenge. 过来一点。Lenge. 用嘴唇含着，薄薄的含，你含太多了啦。不跟笑。Tennene imot tennene. 压着牙齿。对。我是说，有声音哦，这样是有。喂，Ja. 快可以了，可是我觉得你可能要看牙医了，因为然后牙齿麻麻的。好简单。这个不简单，我试过好多次了，牙齿好麻哦。手跟。Klemme godt. 有啊，好厉害了啊，很厉害了。我们吹一个口簧琴，真的，等一下你会觉得嘴巴好酸哦。可是我觉得这样可能是小脸，什么这么小脸啊？因为是在这个瘦脸的运动。他真的很强哎。第3部盤傳統口小琴嘅早晨，親像看到挪威100年來嘅山上樣嘅，簡單沙做地設家前樂器嘅生法，其實當輔助。各位貴早晨，下晝繼續聽古話來學做傳統挪威農家美食 flatbread 咯。這個就是我們挪威傳統的薄餅飯。Do you make this every day？大概做一次就是做1個月的份，囤積起來。這個材料很簡單，就是麵粉、水、鹽。這個是全麥的，你看這個超級黃色，有沒有？叫全麥吧？全麥麵粉 ，OK。所以就是很粗的粉麵粉啊，然後纖維很高。你看，那個烤出來都是很深的鹽，然後一粒粒。對。那我哋先來做。我怕how big should it be？ 愛永坤很像全麥那個饅頭。其實愛永輕簡單，這家家戶戶都會吧，對不對？如果有喜歡的，像我老公很喜歡啊，他就媽媽一次會做很多，然後呢就囤起來，這樣，然後他都搓成一個圓。好。Tek du ned på bordet. 放桌子上。OK。因為要沾很多麵粉。你平常是有時從呢個裝哦？你等下是為了天數，因為那個做一下就手就酸了，所以你的影片夠癢啊！真的要非常的粗，然後一邊壓，然後要一邊轉那個麵團。呀，你按太片要做差不多應該4分鐘5分鐘吧。哈！還是冇怪好食的，他老公怪好食的。然後那支箭是可以轉的，然後你要慢慢把它轉上那個。從最邊邊開始放。Andre sett. Nei, så. 轉。Sånn, ja. Sånn. Ja, helt perfekt. Perfekt! Ja, perfekt. Yay! Det er bra.
可是你真的会闻到那间小房间，其实有很多淡淡的烤面包的香味，还有那种这几天一部你坐在抽哈了一个时间，然后很幸福的氛围。这个然后带做去推板嘞，没有了。有一次我们回去住大概2个多月，我老公就说他想带这个回去，这是我昨天花了4个小时炖的。是你炖的吗？对，是我炖的。哦，很会哦。你要不要介绍大概很传统的料理吗？就是羊肉料理。对啊，他们其实挪威菜很多都是炖、煮、水煮，就这样子，所以就很简单。对。有一次我们回去住大概2个多月，然后我老公就说他想带这个回去，因为他会想吃家里的东西，台湾的东西吃久了他就会想讲，所以我们就我把它做了一堆，然后放在行李箱里面，那一整个行李箱就是放这个，因为不能压到啊，这个他就配牛奶当早餐，然后这样吃起来就妈妈的味道。看起来懂简单，不过对挪威人来讲就是他们的家乡味了，是妈妈的味道。规份人伫做下乡下做饼，米林讲饼上都用的，其实冇乜嘅真差。嗰上度打最久，分享成百嘅情感交流，点到还较珍贵。看到微微老阿公阿婆对做饼度敬教敬好，每本爱想起这个时节老父下人读中嘅情形。爱想阿妹嘅米线，唔但唱系对熟悉嘅米线来嘅，还较参点老父下人相处嘅回忆。冇喊你跪下住，来试一下来点清好嘅米线咯。那等我来修改一下这个要怎么吃呢？这个其实都很随性，有人会抹奶油，有人压碎了吃，你可以把它压扁，怎么吃都可以，随意。这是我昨天花了4个小时炖的。是你炖的吗？对，是我炖的。哦，很会哦。你要不要介绍大概很传统的料理吗？就是羊肉料理。对啊，他们其实挪威菜很多都是炖、煮、水煮，就这样子，所以就很简单。对，然后可是俩味跟饮是跟羊肉，老奶奶是跟某香用，就是没有什么香料啊。你看有姜吗？没有，有什么都没有，就最多就是那个。你公还是很清甜呐。像你有煮台湾菜本地的食高吗？我公公婆婆对台湾菜的接受度不是很高。来这边要做亚洲的料理，真的太，尤其是我们住山上嘛，要弄那些食材真的太麻烦了，然后步骤又多，然后又没有人吃，只有我吃，还有我伟吃。那我就想说，那我就应该学着点挪威菜。然后因为我工作的地方都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姐姐阿姨，边看边学。然后吃过一次之后呢，我就大概上 YouTube 或者是上网络找一下怎么料理，对，然后就自己就学会了，然后煮给我老公说，有挪威菜的感觉。对啊，那我记得第一次来，我都是自己准备自己的，因为我不喜欢吃他们的鱼啊，然后就是那个奶油，那个 left 包奶油，就这样子是圣诞节，然后我都会弄自己的。大概连续的这样子几年之后，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这样子继续，因为小孩大，然后你就觉得妈妈怎么每次都跟人家吃不一样，很怪，然后我就觉得我这样不行。后来等小维可以开始吃跟我们一样大人的食物的时候，我就很改来吃空用啊，如果没有再自己另外准备一餐的。对啊，现在我都跟他们吃一起啦。When you tell her you're gonna go to Taiwan, how was she reacting? How did she react? Okay. They lied. They lied. I know. Men du var så litt redd, for han Reidar sier han skal til Taiwan. Ja, litt, men ikke så mye. 他说他第一次听到说婆婆听到他要去台湾的时候，他真的有很紧张啊。然后说就很怕他回不来这样子，因为他对台湾很多人这里对台湾、台南完全不知道，分不出来，对，不知道是哪里这样子，然后他就会担心，对，非常的担心。他说有点担心，其实是非常担心。他说这样子可能是这样。Can you ask them like what was the first impression they had when they first saw Mei Ling? Det var så snyggt.
She looked very kindly and pretty. You were shocked in the beginning, like what? He went to Taiwan and then you bring back a girl? Jag hoppas det kommer många damer från Taiwan. What was it? He hoped they come a lot with ladies from Taiwan. 所以要帮你找伴了，黑吗？对啊，因为这里真的就是完全没有台湾人啊，这边的亚洲人的你看到的脸孔大部分都是泰国人，然后已经你跟我一过啾吗？啊，Cutie嘛，对啊，这边他们都是好几个都是泰国来的，所以我是第一个台湾人，所以就是非常的 lonely 在这里深山里。看到米林來挪威嘅唔關係，來大嘅也會咩動手里。跨國婚姻度唔單搶新球，是要重新融入。對喺第三度嘅家官家用來講，因為留一個對東方來嘅新嘅烏下人相處，咪係動態嘅挑戰。雖然語言唔同，唔過佢哋對米林嘅關心啥冇少過。韓卡牽起一趟緣分嘅名路，也下還係繼續跨越地球嘅兩片。看到米林老幾啲片動嘅烏下人哦。喂，你上電視了，全部的人都上電視了。这个是妹妹啊。我要讲客家话吗？哦，你可以啊，可以啊。那个黑曼宁哦。那他的女儿。哦 Hello， 谁？你上電視了呢？嗨。媽媽不在家哦。我跟家裡視訊的時候，大部分都是在講一些開心的事啊，然後臉書也是 po 一些，比方說出去玩，然後大家就哇，這裡好美啊，好棒啊，好好玩。然後其實我有多少時間是枯坐在家裡，然後或者是在，比方說冬天的時候，鏟雪了一個早上那種事情，我就不會 po 上去啦，對啊，然後都每天的。當然要讓爸爸媽媽放心，我在這邊是很高興、很快樂，然後大家都很疼，這是真的，大家都很疼愛我的。然後辛苦的一面，其實他們應該知道，但是我們就不用再講了，對啊，然後讓爸爸媽媽放心，他的女兒在這麼遠，沒有問題的。什麼？你的生存能力也很，調節能力也很。對，我們是很應景的客家人。你已經來那邊7年了，你真的有已經很適應那邊嘅生活了嗎？剛開始我也是覺得，在台灣的生活多麼快樂啊！為什麼我要放棄這一切呢？對，然後那時候就一直幾乎每天都在想說，我要回台灣，我要回台灣，我要搬回台灣。後來我覺得這樣子下去不行啊。所以漸漸的，我兒子出生了之後呢，我就漸漸的放棄這個想法了。想我現在想的是，我要怎麼當一個挪威人，怎麼樣融入這裡的挪威人的生活，這樣子，所以就開始慢慢的，比方說打毛線啊，打毛線幾乎家家戶戶的太太都會的。你到現在，說真的啊，你笑笑的，其實有時候背後藏一些，還是覺得氣嘎模範圖走過的東西是什麼？我覺得你剛剛進來，你應該發現這裡有很多門。從這邊進來，1、2、3、4、5，好多門哦。我覺得挪威人也是這樣，就是你要怎麼走進他們的心裡，就是感覺挪威人很不容易，很深交。對啊，像台灣就是可能上班的同事大概都熟到爸爸媽媽都認識這樣子吧。但是我在這邊上班，大概工作大概1年多，大概其實沒幾個就是每天就是打招呼而已啦。除了語文上的困難之外啦，還有就是文化差異上，就會讓你要加倍的努力才能融入這裡的生活，這樣子。假設你成為老娘妹，還有阿爸公一激發，你會說什麼？你要不要來玩？哦，我覺得這很像我認識的美玲。對啊，很好，一直說要來，然後就說啊，那個菜園沒有人澆菜啊，什麼之類的。對啊，然後又擔心家裡被人家搬走啊什麼的。然後就你知道，老人家出門就是煩惱東煩惱西，其實就來玩一趟嘛。對啊，你要跟他們講，你要跟他講啊。他們就覺得再看看。
我相信记得礼拜看到爱的听的你的想法，他可能会觉得蛮好玩。可是你知道这个蛮好玩，爱人都讲哦，那个乡下总他的想法无聊，我觉得没有无聊啊。每天真的都很忙，你住乡下就是这么的忙，然后有小孩之后又更忙，对，超忙的，忙到没有時間想一些哽咽的事情。之前哽咽都是因為沒有小孩，現在是忙到沒有時間哽咽。嫁到他鄉嘅日子，本但從一座意外嘅里程，不過天天細人嘅出息，米林每天天嘅當靜下來。我想，我下一次以來就唔係一個體力所在，係啲老年愛嘅人去鄉下，看到微微發牌好痛嘅聲音，我相信米林新冠度嘅心臟會天天嘅整理出味嘅本身嘅家鄉。不過啊，米林新冠度牽掛掉嘅總阿爸、總阿妹，你哋還係夾夾來看米林啦。